尔族问题在日本国会介绍。当中国在世界各地庆祝其成立70周年之际，日本维吾尔族协会在日本国会介绍了维吾尔问题和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卡拉卡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许多穆斯林国家和突厥国家对自己同胞的遭遇保持沉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议会讨论东突厥斯坦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是所有国家和所有力量团结起来对抗中国的时候了。在伊斯坦布尔市政府与中国当局签订友好协议以后，伊斯坦布尔当局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些轻轨站悬挂了中文站牌。伊斯坦布尔市政府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土耳其民众的强烈反对。反对的市民指出，在东突厥斯坦数百万维吾尔同胞在集中营里拘押，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悬挂中文路标是一种背叛。这一现象在社交媒体上也引起了注意。香港实施禁蒙面法的首日，香港地铁全线暂停，有示威者不据当日生效的禁蒙面法，依旧佩戴口罩参与游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5日0时起正式实施禁蒙面法，引爆香港4日晚间爆发激烈抗争。港铁全线暂停服务，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亦暂停。据南华早报报道，包括沙田政府核数以及铜锣湾、轩尼诗道、荃湾及屯门都传出有多间中资银行也被纵火。元朗甚至传出一名14岁少年腿部中枪，所幸送医时意识仍然清醒。美国和朝鲜官员周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重启核谈判，美朝会议于临近斯德哥尔摩的利丁格岛上举行。朝鲜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金明基与美国朝鲜问题特使比根将参加此次无核化工作磋商会议。金明基在平壤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外表示，这项磋商未符合我们的期待，最终破局，无任何结果。这完全是由于美国不愿放弃他们的老旧态度。一个亲伊斯兰国的武装组织发动袭击，在菲律宾南部杀害7名莫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成员。菲南洛军营指挥官格内尔透露，一向以国组织宣誓效忠的蓝老伊斯兰国组织前天袭击莫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位于棉兰老岛中部谢里弗散多纳镇附近的一个营地，双方搏火长达数小时。伊斯兰国组织自2014年以来一直试图将渗透菲律宾。该组织一直在该国各个地区开展恐怖活动。俄罗斯远东撒哈共和国出土了一颗前所未见的钻石，一颗内部嵌有可自由移动钻石的钻石。这颗钻石名为马特尤什卡，身形小巧，其内部为一个天然的封闭腔室，内含一个小1号的钻石，可在内部自由移动。科学家推测，其内部钻石首先形成，然后在形成过程中被较大的晶体包围，